台南区的西滨公路最近有真侪椰子壳乌白倒伫遐，蹲甲袂输一粒山，恐惊会生蠓虫，引发天狗日的疫情。台南市环保局就到场调查，初步认定是咧卖椰子食的业者乌白蛋的，会依照废清法来甲伊送办处罚。 大量的椰子壳就去堆伫咧公路边仔的堤防下骹，看起来已经是堆做一个小山。这个地点是第17线公路边仔，近期去互民众发现有不孝的人士，将大量的废弃椰子壳等伫遮。 制造了登革热的一个疫情、一个疫源的话，我觉得有关单位应该拿出魄力，好好的抓出来。民众烦恼的毋是无道理，废弃的椰子壳有空是容易积水，就惊滋生蕁霉蚊。因此，14号日透早，台南市环保局嘛派员到场，初步查看，认为应该是专门卖椰子汁的业者。 恶意倾倒废弃的椰子壳，而且数量真侪，疑似已经有100码，就要追查附近的监视器画面，按照废弃物清理法相关的规定来查处。明显已经不止一车次的方式来去做堆置，那我们后续会调阅跟警方调阅附近的相关的监视器，然后来查明是否有相关的行为人。那么后续如果查到行为人的话会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移送法办。 台南近期的天气，一日也是真温暖，一时阵国气温下降就亲像冬天，并且阁有时阵会落雨，就惊滋生蕁霉蚊。去年全台天狗日疫情，全台是超过250个本土病例。台南虽然是首条的零本土病例，但是嘛开出查到滋生源2650张的罚单，才首条疫情。因此，环保局除了要找出行为人之外，嘛会查明地主、管理人或者是新租人等资料，进行后续的清理。公司新闻郑云台南报道。